滴落水沟啊，手无够长，捡袂到，要安怎才好咧？台中大雅上饭国小的师生，利用塑胶杆啊、咖啡的纸杯啊、甲晶片，设计出一台风动力船。伫台中市的科学展览会，摕到生活甲应用科学的第一名。前进左边，好，这样子。若球落落水沟啊，好袂起来免怎？台雅上方国小有一台环保风动力船，会当真经解决这个问题。透过手机啊拉个连线，互环保动力船会当代替咱人落去水内底倒三共捡球。老师一开始会先去找资料。我们会决定说我们的船体的结构形态，解决常在拄到的学校问题。这令上方国小的老师学生为科学的角度出发，把咖啡纸杯啊当作一方杯，做一台环保风动力船。伫个过程经过真侪摆和老师讨论，一直修正，才会当把这只船做出来。再把这些学到的知识直接给这些孩子。这项研究发表，嘛互因摕到生活和应用科学的第一名。因嘛代表台中来参加全国的比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